了。右手边它有一个标志，这个呢是格林维克小镇，而且呢，它那个是在蓝湖附近呢。前年应该算是全年了。前年11月份的时候呢，因为这边的火山喷发，然后呢，正好他们预测的这个喷发点呢在格林维克小镇附近，所以呢，在那个23年的底23年11月份左右呢，他们格林维克小镇他们的镇民差不多有居民差不多有1000多人嘛，然后在2023年的这个11月份左右，他们就被撤离出了这个格林维克小镇，因为呢这个小镇上呢被测出来就是说这附近可能会有这个火山喷发，所以呢政府就提前把他们小镇上的居民都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了，然后政府给他们安顿了这个新的家，他们就不能够回到他们那个小镇上来了。而且呢，就是在蓝湖附近，它这个发现的这个火山群呢，而且今年就是已经在去年的24年的11月份，在11月20号的时候，已经喷发了第7次了。而且呢，其实冰岛这边的它的火山喷发呢，一般都是说喷发完一次，然后一次喷发的过程中呢，可能会喷发的时间可能会持续2周到3周左右的时间。但是呢，这次它这个发现的这个火山呢，它是火山群，所以它喷发的次数比较多。但是呢，它这次喷发的次数虽然多，但是它喷发的这个时间比较